龙腾高中国文1、2册教学 CD， 第2册第9课方言语标准语。在开始之前我要先提到，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校我曾经挂过这么样一个牌子，我不说方言。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不说国语就会被挂牌子，甚至被罚钱，所以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好像国语除了国语以外，其他的语言通通是方言。是不是针对这一点，我今天也很想听听看何教授怎么来谈这个方言跟标准语。那个刚才林副总提的那个经验虽然我不曾被挂过牌子，不过我们大概都有被老师这个罚钱或者是说怎么罚站的这种经验谈到这个方言跟标准语事实上我们选这一课主要的考量就是第一个，要让大家不再有林副总刚才那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标准语其实就是方言的一种标准语跟其他的方言都一样，它们都是我们各地方不同的方言。那之所以会成为标准语，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种情况之下，它是一个国家里面或者是一个民族里面使用它最多，那么最方便，大家最容易沟通，于是它就变成标准语。当然我这样讲的话，可能有很多的老师会觉得可能我们现在的国语作为就是北平话作为一个标准语，似乎它真的是这么自然而然形成的吗？可能会产生质疑。但是我们的编者里面，就魏秀明教授，他是语言学家，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请教过他，他说事实上在当时民国初年那么政府要决定选一个标准语的时候，那么语言学家是经过各方面的考量的。我们如果纯粹讲这个政治因素的话，我们都很清楚，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不是北平人他是广东人，他可是并没有因为这样说是要用广东话当这个标准语。那当然这一方面我们只是随手举这个例子，就让大家了解，其实有些政治人物他是必须要有他的胸襟的。那就魏秀明教授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其实从历史的因素或从这个当时的民国初年的因素，我们大概就不难理解所谓从历史的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从元代以后大概都是建都在北平，所以它变成一个政治的中心，变成一个政治中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官方的语言变成官方的语言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推到先秦的话，那就所谓雅言了所以就是一个大家都在公开的场合里面用来沟通的一种语言。这是从历史因素来看，因为刚好从元代以下的几百年，北平变成一个全国的行政中枢，它变成一个官方的一个语言就很自然。那你到了民国成立之后没有一个这种大家用来沟通的语言的人口数是比它更多的。那所以这中间其实如果我们要说它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我想这是可能不是很公平，因为当时定北平话为标准语是经过语言学家的一种共同的讨论商量定的。那当然我们选这一课除了要强调说标准语其实就是方言的一种它不过是我们大家使用上最方便最容易沟通。那另外一点也是想说，我们站在一个将来台湾发展的角度，希望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重视我们所谓的母语。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应该会讲所谓的台湾话。当然台湾话包括了很多种，标准语不算之外，像所谓闽南话就是河洛话甚至于客家话都算是台湾话了那我们客家人当然应该要鼓励他会他的客家母语我们所谓河洛人要鼓励他会讲他的河洛话。那原住民我们应该让他慢慢寻回他自己的族群的语言。但是这样的一种提倡是对的，
可是跟我们仍然使用一个标准语作为我们共同的语言是不冲突的，是不冲突的。我们是希望说，在今天大家越来越尊重本土，可是也可能不知不觉当中，有时候过度偏重本土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些偏差的错误的观念，我们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方言语标准语因为语言是我们常常在用的最生活化的东西，来让我们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的正确，其实它的重要性还非常非常的深远。譬如说我刚才讲到对台湾未来的发展，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可以提倡我们的原住民的语言，提倡客家话，提倡广东话，提倡这个河洛话，但是我们要想到，假如台湾将来要走出去，要国际化的话，其实你除了英文，可能我们所谓的标准语普通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将来大概在新的世纪里面大概在世界的一个公开的舞台上，也许就是这2种语言最重要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中文。那我们其实应该要珍惜说，我们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语，我们未来在21世纪，我们所有的同胞们在走出世界的舞台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先占了很大的优势。不然的话，你一个随便的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方言或者你的母语，其实你走的可通的位置是比较狭隘的。那另外我们也要强调一点，譬如说我们看，就拿美国来讲，美国它是从英国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的在200多年以前，但是美国它仍然是用英语做它的标准语。那有没有妨碍美国的强大？有没有妨害美国的发展？其实也没有。我想这些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例子，都可以启发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提倡我们的母语，但是一方面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对一个我们不同族群的人在一起共同打拼，它需要有一个标准语，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方言语标准语，赵元任先生大概是民国以来大家所最敬仰的语言学者嘛。我们把他这个观念在今天这个时候再提出来，我觉得是有它相当好的一个意义。那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强调一下，因此这一篇课文是跟其他课文比较不一样。其他课文即便有思想上的启发，或者是说人格上的陶冶的功能，但是它都不离开一个文学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只有这一课，其实老师们在教的时候是完全不要在意，也不必去想从这里面找出什么样文学的美的，因为它不过是一个观念一个演讲稿所以这一课老实说，老师们在处理的时候，假如觉得时间不够，这一课很快大概1个小时，让同学们大约体会到这个观念我们也就可以了那因为有很多老师会说这一课文采并不好文章也不美，那这个都没说错，因为我们选择这一课的考量点不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白话文它在教学方面那时间是蛮弹性的。其实不但白话文我觉得文言文也一样，就像诗歌小说，像刚才2位老师谈到他们教林冲夜奔，你看用那个方式，他很可能花的时间就比较多，但是值得嘛，因为在别的课上我们可以少花一点时间。所以我想您提的也没错了，就是白话文如果相对于文言的话，因为文言文可能因为语言上的隔阂跟障碍，所以老师们就必须可能在训诂上，在字词的解释上花比较多的时间，这也没有办法避免。可是相对来讲，白话文因为这个语言大家比较容易了解，所以可能在讲解上就可以比较省时间。不过我也想强调，就是说，因为我自己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高中的国文教学可能在于白话文的教学上还不够健康正常所以我刚才意思，老师们不要误会说好像我们可以轻视白话文，我只是说白话文的上课方式可能就像刚刚2位老师在教林冲夜奔一样，
可以用一个可能比较活的方式，它的展延度比较大。刚才我记得2位老师里面，不知道哪一位老师说，他有的时候就叫学生自己去看，没有错，你看，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看完就算了，你可能让他看了，你用1节课的时间来跟他做对话，那这个对话都是经过老师设计的，所以引导他最后终于进入那个白话文的那一课范文的境界。那这样子的话，这一课就学好了。我可不可以再插入一个跟这一课不相关的话题哈？就是我记得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啦，我们老师指定读白话文，但是并不教的。是。那他的考量是什么？我不太了解。可是可能那个白话文还算蛮容易读的啦。那是不是针对这一点，请何教授您也提一下哈？在教学上，白话文，虽然说它时间的弹性是蛮大，可是是不是也可以完全不教？或者是说，它还是应该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能够指引老师应该怎么样教学会比较好一点？我想站在一个编者的立场我们学每一课，因为都经过很仔细的考量，那么这个考量当然有包含我们自己的专业考量，也包含我们对高中教学的一个理念或理想，当然也包含要顾虑到政府所制定的这种课程标准等等所以基本上我当然不赞成说干脆有些课可以不教当然最好是不要这样子。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以前你在当学生的时候，你的老师可能白话文不教，其实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那里面的因素很多啦一方面都是限于时间的因素一方面也可能跟老师的教法或他的观念有关系。比如说老师他很重视文言文，白话文的被重视其实也不过是晚近这个10几20年的事情我以前我的老师很多人就认为白话文乏善可陈，还不如多读2篇文言文那这样的话，他如果有这个观念，当然他白话文就不教，因为他轻视他嘛。那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可能因为文言文你至少解释、翻译、注解就可以讲得很丰富了，可是白话文显然不太需要这样。也就是说白话文必须直接就切入它的意境、它的美它的深度，然后它的问题不在语言，而在语言背后的东西文言文它刚开始的问题还在语言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原因很多，这些都可能。那我倒觉得现在因为这20几年来台湾各大学的这个中文系都有现代文学的课了，那我们很多老师也非常非常的用功，所以对于教白话文的他们的能力要跟以前来讲的话是要优越非常多了已经相当优秀。可能如果没有很重视，或者有时候这个不太能够好好的教他，我觉得主要第一个还是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大概勉强也许还多多少少受到一点过去观念的影响。那我很扼要的这样建议，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教白话文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那我以前也在很多的座谈会上跟老师们谈到一个最笨拙的，可是我觉得可能最平实的方法，就是说我自己先把这一课的重点我先自己去掌握好，也就是说我自己先有做一个深度的读者我对这一课做一个深度读者。比如说我们对海滩上种花比如说我们对呼兰河传我们自己先做一个深度的读者。你做一个深度的读者，你很自然就会看出绝大部分这一篇文章的重点或优美的地方，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学生你要让他得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我这样讲就是说，老师们有很少数老师可能对白话文的教学是有一点不知道如何入手。那我刚才提的其实是一个最平常，可是我觉得很有效的办法。那我想那至于说其他的做法的话，老师们都很有经验了你讲诗的时候，你不见得要一句一句跟他讲，你也许你先朗诵都可以，对不对？因为诗一定有节奏嘛。那比如说讲萧红的《呼兰河传》，那它里面有很多风俗，那你先
要他从风俗上去体会这个风俗之美啊，然后再慢慢体会风俗之美的时候，然后再觉得说哦，他的文字也那么漂亮。那一步一步慢慢，我想学生对这一课他该学的重点，老师自然就给他了。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样呢？我可不可以再回归到这一课方言跟标准语？我想本文知识的启发重于情谊的陶冶。那想请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全国方言都是同源语言的分支，这应该是一个结论，没有过程何来结论？方言如何同源，如何分支，怎么样才能够验证阐明，很准确地传达给学生？那黄老师提这个问题，我想我可能需要回去再仔细的跟我们的编者来看一看。我的意思是说，看我们在教师手册或者是相关的地方有没有做比较清楚的交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大概要把它增补进去。那现在呢，以我一个不是语言学家我粗浅的提一下，就是说，当然赵元任先生这一篇只是一个演讲稿了演讲的记录嘛，所以他大概也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把这个里面所蕴含的语言学的道理讲得太详细。但是我的粗浅的了解，就基本上他这个只是在说，以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当然我们都是汉语啦，在语言学上叫做汉语，所以北平话也好，广东话也好，湖南话也好，甚至于台湾河洛话也好，其实都是汉语这个语系里面，所以他才会说就是一个同源。那么这个东西跟藏语不一样，就像我们知道，其实原住民的话不属于汉语的系统，所以它就不太是属于同一个来源。他的道理大概主要是讲这个。那当时大概赵元任先生对就一个绝大部分的层面来说了，因为就中国的各地方言来讲，基本上是一个汉语系统的。那我在这里补充一下何教授所讲的，他说一个语言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中国的这些方言基本上他们是没有文字的。那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图像文字、象形文字就是六书所造的一个文字，所以说从李斯开始书同文但是因为各地的分书性不同，语言是一种演变的过程嘛我们有创新的语言，也有一些过去的语言会被淘汰掉，所以我想如果说我们从国语跟方言是以书同文那语音相异的这个观点去分析的话，我想大家都能够同意这样可能就是说明说为什么它是以同一个根源，是从文字上来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在沟通的问题上面，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好像读过一课课文，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说国语。他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那必须有统一的语言来沟通彼此的情感。就拿那个香港好了，香港在回归以前，它几乎都是讲的广东话。那除非是做台商或是台湾旅客的这个生意的时候，他才会学习这个国语，但是他国语基本上是讲得不好。但是呢，自从这个香港要回归大陆的前一年开始呢，他们几乎所有的公家机关，还有所有的商店，他们都要开始去学说国语，就是大陆所说的普通话。所以可见呢，这个语言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标准语？我想赵元任先生的这个考虑可能是这一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除了刚刚黄老师所讲的有些句子可能它是一个演讲稿，它前后节录的关系，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概念是前后不连贯的。我是建议说，在注释的部分，有老师们找出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给他补充说它代表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在前面的，因为我们选文不可能把整篇演讲稿全部放进来，那可以解释一下。这样子的话，阅读起来既然它这一课是表示一种思想的问题，那么可以使思想更为透彻。另外，我倒是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说，其实现在讲这一课的演讲稿那我们现在的一个传记文学现在在世纪末特别流行历史口述历史的这个部分那口述历史的部分，它非常强调就是说，叙述历史的那个人他的口语。他的用词，甚至停顿的地方也要停顿，然后他用的一些表情动作都要用括号夹注进去。那我发现在这一课的后面，他有一个作业练习就是说
访问一个人或一个同学，然后把他的说的话呢，写成一个演讲稿。那我觉得说这个练习的话，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写作的一个角度来训练学生教他们去看看基本口述历史，尤其现在传记，你看。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传记，比如说最近总统大选啦，每个人马上就出传记很快这个都是请专业作家去访问他。所以在这个传记文学里面它有时候是第三人称的叙述，可是大多比较关键的一个事件呢，都是直接引述叙述者的一个语气啦、观点啦那我们发现，其实在这里我们有谈到说，演讲也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那我们选这个演讲稿，基本上我们语言除了静态的一个文字之外，动态的这种言谈的这个语言的表达方式也是很重要。比如说学校常有演讲比赛、朗读比赛、诗歌朗诵比赛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就是说，在语言的一个表达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转述成文字，又不失去它在语言表达时的生动这个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口述历史的一个时代文学的一个潮流之下，我觉得也是可以发挥的地方。对，张老师这个提供了这个我们所有老师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方向。那另外我也要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刚才张老师说建议我们也许在注释里面可以稍微再说明一下他为什么会好像有时候前后不接等等。那其实负责这一课的魏秋明教授在处理这一课的时候改了好几次，那最后改成现在的样子，就是说他其实是蛮建议老师们，也许这个课文的本身的确有张老师刚才所说的那种，因为好像是一个蛮简单的蛮家常话式的一个演讲稿，所以它不像一篇很完整的文章，它的系统性它的逻辑性它的呼应性都不够，所以编者呢就后来几乎等于在解析以及题解里面，几乎就是等于重新萃取，然后重新说了一遍。所以我建议就是说，也许老师们处理这一课的时候，就这个观念来讲，他就可以请这个大家看看我们所处理的解析跟题解。对于课文本身，其实真的就不需要太在意。但是老师也许会说，那你这课文摆在这里干嘛？可是那是为了存其真让学生也了解赵元任是一个非常民国以来非常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但是他的演讲稿也不过就是这样，所以比何人也我们将来也可以做得比他更好。这当然有点开玩笑，不过就是回应这个张老师说的口述历史，我们看看赵元任当时演讲，而且我还可以跟两位老师再说明一点，你们知道这个演讲稿当时记录的是谁吗？就是他的学生，当时台大中文系的学生，这些学生现在我孤影其名事实上已经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让我们的同学也看一看说，那个台大中文系现在是院士，他们当时记录好像也不怎么样嘛也不怎么样。当然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年轻人大可以取法乎上，当然也可能就是这是一种什么，一种非文学性的记录方式。当时这些我们台大的老师们，当时是学生做这样的记录，记得这么样的让我们感觉好像比说话还像说话，可能就是他们语言学者的一个观念，也就是张老师说的，他要存他原来的真相。包括他的错字也是纯真的一部分。错字也许有的是我们校对不清要改，那有些应该不是他那个错字。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看起来是错字的话，有一部分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说好像50年代以前我们的有些字的用法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那如果有明显的错字，我想是我们校对上还有疏漏。其实这一课谈起来应该蛮轻松的那我们是不是继续下一课《呼兰河传选》？第二册第11课《呼兰河传选》。呼兰河传大家有什么困扰吗？
觉得那个《呼兰河传》选哈，因为他这个作者他是东北人嘛，所以他描写的是大陆的乡土的一个回忆的一个记载。那对于我们生长在台湾，尤其最近才开放到大陆去观光的时候，一方面是地理上的一个隔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可能在当地的民俗，因为它是描写乡下地方的一个隔哈，所以让我联想到说，哎，他跟那个钟理和先生的那个作田啊，描写台湾的这个乡土文学，好像似乎哈有一种类似的一个状况，但是基本上他们风格是不同的啊。对，那老师是不是谈谈说，您在选这一课的时候啊，您是不是有意要凸显说，台湾跟大陆的这个乡土文学的不同啊，或者是说，您有些什么样的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啊，可以做一个呼应啊，或者是可以作为一个教学的一个重点的涵盖的一个建议？我们当时考虑选这一课哈，就从非常非常精确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我真的坦白说，我们并没有敢说考虑到刚才张老师说的，说一定要把它跟钟理和做一个对照。但是我倒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向两位老师特别说明的，就是我们其实选我们的这个范文真的我们是从很多的层面来考虑，然后很希望它能够面面顾到。譬如说，我们觉得在整个古典文学也好，现代文学也好，那么中国文学也好，台湾文学也好，我们都希望有，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多元的让我们的学生都接触到。那所以选萧红，这是30年代、40年代大陆东北的一个乡土作家。那么钟理和是台湾的一个乡土作家。接下去我们还会选到像诗的部分有吴胜啊，有莫那能啊，小说的部分有黄春明啊，然后有司马中原啊，然后也有鲁迅啊，那也有沈从文所以其实我们整体上是大体上是像刚刚张老师所说的，我们希望都有，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文化资产我们其实不需要用一个比较窄的东西把它排除掉。那我们其实更有时候还考虑到性别我们不希望这古典的话，女作家、女诗人少，这个没办法。现代的话，女作家很多，当然多跟成就的高低有时候也不一定一致了。可是我们也有考虑到说好的女作家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这个给它忽略掉。那讲到选萧红，除了乡土的考虑除了是它代表比较30年代的刚好跟我们台湾做一个呼应或对照之外，我们也考虑到有一个主题了。这个主题是在《呼兰河传》里面没有，但是当你讲《呼兰河传》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讲到萧红。那萧红的另外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女性，也就是说萧红的作品2大主题，一个是乡土，一个是女性。那我们也希望，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容纳，那我们就希望讲到萧红的乡土的时候，介绍萧红这个很悲惨，但是那么文学艺术的成就上是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作家他活着这么短，但是他其实是为我们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温厚的一个典范。那女性主义在台湾从这个60年代、70年代之间，吕秀莲最早提以后，那么暂时就好像无声无息。那晚近10几年来又是非常非常热门嘛可是这个是完全移植于西方的理论观念。那我们也就是说也希望说他们读了萧红的东西，老师我们课外学习里面有一些跟萧红的女性主义的作品让他们看看，知道我们乡土的作家里面他怎么样呈现一个可能比较适合属于我们华人的中国的这个女性观念。那这是我们当时选萧红众多考量之中的一个考量。当然最重要的考量还是乡土
还是他的那个非常温厚美好的文字。那张老师又提到说那个民俗风俗的问题，我知道也有一些老师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选好像是描写台湾风俗的东西？那这一点就可能有一点我们要很惭愧，就是说我们也许有一点孤陋寡闻，就是说我们在选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考量到它的永恒性跟经典性。我的意思就是说，至少就我们现在有限的所见，我们好像还没有能够找到说写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的民俗风土人情，然后文学的艺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有，我想老师们提供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将来在调整课文的时候可以考虑进来。比如说什么那个大甲妈祖庙啊，还是宜兰那个强对，如果说对，但那些东西如果有名家去把它写的非常好的话，我觉得当然是可以选的而且更有趣。那我记得我从前台大有一个学生曾经写那个烧王船的那样的一个仪式，那篇作品在我的班上我给他非常高的分数，可是那个学生也就只有那一篇，大概生命里的记忆太鲜明所以写得非常好。后来他去参加比赛也得奖，不过那个是学生的习作了那后来他也没有再写。那我们比如说简真，他是一个很好的作者，但是他早期以宜兰为他的写作背景，其实里面并没有太多关于这个风俗的东西。不过简真的作品我们是在高二的部分有选进去也展现台湾另外的一种乡土的东西。我想谈谈我读《呼兰河传》选的感觉，可以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一开始觉得黑龙江呼兰河好遥远好荒凉哦，一样是民俗，为什么不读我们熟悉的土地呢？反复读了3遍，觉得许多情形是相通的，没有地域隔阂。它细腻凄婉，纤柔华丽，撩拨我们每一缕最细微的神经。我想请教2个问题。这篇文章可以当作散文来看吗？另外，它不讲章法结构，有时1句，有时2、3句就自成一段。坊间畅销的作品跟它相似吗？这样子可以拿来当作学生的模范吗？首先我先说明一下这个萧红的这个文体，它非常特别。《呼兰河传》在现代文学史上，大家把它当小说但是黄老师也说了没错，其实它不像小说，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是散文。那这个我在教师手册里面也会谈到，就是说它的文体非常特别，它比较像散文，可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散文，却把它当小说，算是一种自传性的回忆性的小说那我的解读就只能说，其实对于萧红本身来讲的话，文体的繁离不是那么重要的，最重要是他内在写作要写故乡呼兰河的，写到了回忆的那一份情感。我这样提就是说，老师如果万一真的面对同学质疑说文类的规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像刚才一直谈到有些多元价值，每一个文类是有它不同的特色，有它的界限，但是有特殊的作者，他偶尔会岔出文类的界限，这个必须让我们的同学要能够认识跟接受，而不可以用一个非常僵化的观念，好像它非是散文就叫散文，非是小说就叫小说那这是第一点我顺便说明的。那第二点就是说，黄老师所刚才谈到的我想是在学生他们因为年龄比较轻他们大概是从形式上看起来觉得比如萧红的、吴淡如的、刘墉的或者现在流行的都是比较好像随性的、没结构的。其实萧红的大概跟那些不太一样。
萧红的确有非常多，就是一句话就是一段了啊，一句话就是一行了。可是刚才黄老师说，你越读越觉得渐入佳境啊，我就相信，您如果不去受学生的影响啊，再看一看的话，你就会应该会可以掌握并且体会到说，他其实那个完全是气韵，他写作的那个韵味啊，到了这个地方，他用一句像是做一个结语，做一个探问句一样，或怎么样，所以他绝对还是有他的结构跟他情绪的发展。比如说它里面我们选它这个卖麻花不讲哈，卖麻花事实上很诙谐风趣，那是大概没有黄老师所说的那个问题。可是如果讲到说像跳大神呢，就会有。可是他跳大神其实就仿佛我们说夜里吹箫一样，萧红是用一种夜里吹箫的那样的一种感情在写跳大神在他们的家乡里面是怎么样的情况里会出现，然后民众们是怎么样的去这个像凑热闹一样去看。那大神走的时候，你看他就把它写的唱起来很凄凉，很凄凉。那这种凄凉的时候，你用短句或者是短的段落，就特别摇曳生姿我觉得萧红他可能并没有，我们不需要太想象说他是如何的呕心沥血在安排他的结构，但是我们读《呼兰河传》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因为那是他死前的作品他的确是用他最大的诚意把他整个人浸染到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境界里面去再说一遍所以我建议就是老师们要跟同学们说，表面上它是一句一段可是跟我们现在坊间常见的那种比较随性式它是不一样的，它基本上比较精致，比较漂亮。那第三个层面我们要说，有时候一句一段这个东西就算学生现在学，我觉得也许我现在越来越宽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最怕孩子们对文字没感觉，我宁可他有感觉，然后学偏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有那个感觉，他虽然学偏，可是他至少表示他有那个热忱，他有那个兴趣，他有那个爱好。那他写偏绝对是暂时的，如果他对自己有所要求的话，他会到了高三，到了大学，他就会慢慢回来。你看简真早期我们写水问的时候，我们看他写水问的时候，写那个就是写大学生活那些，不都是短短就一段，短短就一段吗？可是我们后来看了简真就不是这样。所以我最后这一点我要表明的就是说，我是也提供老师们参考，就是说老师们有时候会很关心，很害怕同学好像学习写作的过程里面走偏了。我觉得我比较在乎说他完全冷漠没有感觉，他如果有感觉，他稍微走偏，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他一定会走回来的。那就算他不走回来，他对文字的那种掌握能力，也不过只是偏一点，也要比他毫无感觉要来得好。那个回应老师这个问题，我忽然想到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那个大学的那个入学的学科能力测验，或者是前几届的这个联考，它都蛮流行说把那个作文题目有一篇长篇的改为2篇小小的短文，甚至限制它的字数那我记得老师上次到各校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说你希望他在一个固定的字数里面，很短短的，能够很恰当的用修辞然后用适当的语句捕捉所要表现的主题那我想不管是放河灯或跳大神其实基本上这2篇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捕捉他的情感，捕捉当时的意象非常的生动，很精致的2篇非常棒的作品。那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您在这个大学联考阅卷的这个改短文的这种经验然后配合这2段文字您来做一个说明跟比较让我们在
教学的时候可以给学生在短文写作上有更多的启发跟引导。好，我想要针对这2段去做详细的说明，可能我现在就比较因为手边没有这个资料了，就比较困难。不过张老师刚刚提的问题，我想里面隐含的是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让我们的老师或我们的同学都了解说，将来他们在面对各种评量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处理那些问题。那首先第一点，我要说明就是说，以我们做研究所得到的这些经验跟观念以及我们分析的能力，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老师们不必说看着每年的推甄也好，联考也好，他的题型在那边变来变去，然后我们跟着他们闻鸡起舞随着这个笛音在那边不必。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们的研究，它其实考的是表达能力。那表达能力有各式各样，比如说它有时候考的是你的阅读的能力，阅读理解的能力。有时候考完你阅读理解，要你看看怎么样阐述的能力。那有的时候他又要希望你能够简化的能力，所以他会有字数的限制。那甚至于有时候不是这种简化而给他字数，但是有时候给他字数限制，就是为了希望看他能不能比较锻炼自己的字句。那所以事实上，也就是老师们只要掌握住一点，让同学们了解，就是当我们一个语言文字来表达的时候，它的背后首先是我们清楚的理解，或者我们清楚的能感受，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理解跟感受，我们怎么样有秩序的，有秩序就有结构有层次，或者我们怎么样让它更漂亮的呈现出来。那你有秩序有结构的话，当然就讲求了逻辑啦，所以你自己要训练你的逻辑思考。讲到怎么样更比较漂亮的表现，好了，那你当然就要多读好作品，让人家的漂亮的修辞啦文句啦，就慢慢就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像我们的课本里面，为什么范文精挑细选，然后还有再精挑细选一些课外学习，其实目的就是让学生累积他们的吸收了。那我也想借这机会再讲的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老师们不用太管他题目怎么变，你只要掌握说，我就是训练学生思考的、整合的、逻辑的、分析的、感受的这能力就好了。那多读一些好文章，